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不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现主时诈骗真正是非常的严重。台南市政府上午召开记者会，结合台南市警察局、地检署、调查处、甲景城银行，做伙签署反诈骗专案合作意向书。市长恩惠特特别邀请艺人谭爱珍来担任台南市轰炸大使，伊甲查某囝王阳锦嘛出席记者会。用亲身被诈骗的经历来宣导上新的诈骗手法。日前有诈骗集团欺骗艺人谭爱珍，希望伊会当协助办案。诈团利用伊的善良内在，将人性的优点变成突破点，骗走伊将近100万的金额。诈骗手法不断更新，为了减少几十名就受骗。艺人谭爱珍伫查某囝欧阳靖的陪同下，做伙现身宣传轰炸。假检察官、假警官，那么连续通话了大概1个半月。那每一次的通话，我都是面写笔记，写笔记。那我后来就回溯起来，我才去整理到了这么多的脉络。那么我必须要说，一个人你真的没有办法同时面对这么一群有过专业训练的诈骗集团。
他们在围攻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抵抗，除非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妈妈回到家跟我讲她被诈骗的这个一开始的经过，她只讲了第一句话，我就头皮发麻，因为我就回她说：“你难道不知道协助办案是诈骗吗？”不知道。对。然后我真的头皮发麻。之后，她去问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也不知道协助办案是诈骗90%都说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资讯落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身为一般人，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你的家人、去跟你的朋友去讲你接收到的资讯。记者会上，市长王伟泰也邀请唐爱珍、欧阳靖担任台南市防诈大赛，协助反诈。王伟泰表示，防诈除了用来警察机关辛劳，更要感谢第一线银行行员、邮局人员以及超商店员等等。在第一线的银行的行员、邮局的柜员、农会的柜员、超商的店员，我们也都是全面的来对于可能他们根据他们的判断。可能会是诈骗受害者的要汇款来进行拦阻。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你超商店员忙得要死，他来买个游戏点数他就买了，他也不需要他也不需要特别去注意这个人，然后来把他拦阻起来。银行的行员每天业务那么多，尤其快到年关的时候，汇款的件数那么多，他怎么有这个时间去特别关注这个？汇款者的眼神，甚至他的这个态度，甚至他的神色有没有慌张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他们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甚至于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不一定有这个意愿。但是社会上都是欠缺给薄的啦。警政署伫165专门防骗网，也建立了打诈仪表板，提供民众查询诈骗案件以及手法，提升大众的警觉。警政署利用全体防骗网里面有建置一个打诈的仪表板。那这个仪表板呢，我们所有的民众呢都可以到这个仪表板去浏览以及查询，包括全国以及各直辖市，还有各县市每天受理一些诈骗的一个总件数，还有财损的一个总金额。那还有包括目前呢，在全国呢所高发的大案类都有，另外还有各个相关的一个案例都让所有全国的民众都能够了解所有周遭发生的一个诈骗案件。台南市警察局地检署市调处以及金城银行23日共同签署反诈骗专案合作意向书，联合积极面向，展现打击金融犯罪决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伫7个月台盐盐山，每一档新春进前，拢会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今年是推出6公尺悬的雪人，圆滚滚的身躯，滴着鸡梨啊，搁食鸡仔饼，古锥的模样，要互游客温馨幸福的感受。台盐7个盐山年度的大型装置艺术疗愈雪人，2月3号上午启门来登场。虽然上午台南落着小雨，但依然吸引着袂少的游客到场观赏。上午的记者会，包括台盐公司的董事长丁彦哲、本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处的副处长庄明豪，以及市府观光旅游局，甲着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拢到场出席，共同宣布7个盐山雪岩季的雪人装置正式来亮相。今天是我们台盐公司七股盐场的年度重头戏。每一年我们都会在新春之前设置一个装置艺术。那今年的装置艺术，我们是以6公尺高的一个疗愈雪人当主题。那我们希望说呈现的是对环境永续的一个关怀。我们只要游客走上半山腰，你会看到我们的疗愈雪人的一个设计，它底下是有融雪的感觉，让我们的盐跟雪景很自然的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希望说游客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可以去珍惜这片土地，那对环境永续的议题会更加的关心。
那我们也结合现在的一个 AR 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让游客打卡，然后拍张属于自己喜欢的一个照片。他知道我们七股其实是一个以观光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辖区就是说我们有好吃的海鲜，最鲜的一个海产之外，我们的夕阳景点都非常的优美但是呢，我们台演更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每年都带动了很多人潮过来，不断的来精进我们的一些区域的观光发展能量所以说，我们台演非常感谢董事长上任之后，再次的送给我们一支等于是说最疗愈的一个雪人过来，是不是给董事长掌声鼓励一下？台演，我们代表我们云嘉啦，特别我们七股的在地的乡亲来感谢我们台演管6公尺的雪人，圆滚滚的身躯，低着头咧，食冰机的模样相当的可爱，徛伫个岩山顶面，呈现反差萌，希望造予游客超疗愈的幸福感。另外，现场还有雪人不倒翁的大棍，摇摇晃晃，提供民众来翕相拍卡，以及小朋友喜意的小圆场对雪人顶，欢迎民众做伙来七股岩山过冬，享受浪漫的雪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僵直性脊椎炎容易发生在40岁以下，主要会影响龙骨甲骨盆的关节，而且常常发生在透早特别起床的时阵，两边的脚床皮会交互痛痛。不过起床活动以后，症状慢慢缓解。目前也阁无坚持的方法，只会当靠药物理治疗甲运动来改善症状。僵直性脊椎炎主要影响着两骨甲骨盆关节慢性发炎性的疾病，一般好发伫20到40岁的男性。伫台湾的盛行率大约1/1000到4%。目前的成因还阁无完全了解，可能甲遗传相关较悬。僵直性脊椎炎它的成因其实基本上跟遗传有非常大的关系它是所有这些自体免疫的疾病里面那个跟遗传相关性最高的一个问题然后通常就是说男性的那个发病的那个几率会比女生还更高所以如果说在40岁之前就有一些那个下背那个有一点不太舒服的状况其实就要想到这个疾病的可能性。基美病院风湿免疫科的医师陈昭宇表示，僵直性脊椎炎随着病情的进展，两骨的运动范围可能会渐渐减少，造成两骨僵硬或者是变形，唔定影响到两骨，而且可能会影响全身。目前只会用靠药物来缓解。这个治疗的部分我们会分成好几个部分通常如果是说所谓的下背痛的问题一般来讲第一线的治疗大概就是所谓的用那个非类固醇类消炎药也就是所谓的止痛药下去做控制然后如果止痛药控制的效果不好然后发炎的情况一直持续的那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状况，然后而且影响到那个日常生活的话其实如果符合那个条件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使用健保去申请一些那比较昂贵的那个小分子制剂或者是生物制剂去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果健保不符合的话这部分可能就真的考虑需要用自费的方式去做处理啦。虽然僵直性脊椎炎目前还阁无法度来根治，主要以控制症状甲改善生活目标为主，除了非类固醇的消炎药物甲物理治疗、运动等。另外病情较严重，嘛用申请生物制剂或者是小分子的标靶治疗，但健保并无一定的给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恁兜附近是毋是突然间开了一间自助洗衫店？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的自助洗衫店已经开卖3000间，比超级市场搁较济。毋过市面上自助洗衫的品牌非常的多，对于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讲，安怎选择加盟，才会当安心有保障呢？下面的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您知道继夹娃娃机之后，最快入侵全台无人店面的产业就是自助洗衣店吗？以台南为例，自助洗衣店家数5年来增长幅度超过332%，已经成为全台成长最高地区。
而且重划区多小宅化的新建案、居家机能外移等趋势，正迎合洗衣无人商店的诞生。小宅化的一个趋势，所以消费者都喜欢把家里的衣物或者是换洗的换季的一些棉被都拿到自助洗衣店来做消费，而且这种商用的设备，它的输出的功率跟家用设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消费者使用完以后，它的衣物都会比较蓬松，也会增加消费者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意愿。自助洗衣的市场需求，以目前总体销售上看200亿，近5年销售成长也高达90%来分析，商机的确可观。但市面上自助洗衣品牌琳琅满目，最怕就是机器的安全维修以及选址问题等等。所以想创业的加盟主要如何选择投资，才能避免变成加盟孤儿？我们会建议加盟主要选择有规模的公司，而且要找完善的售后服务。像我们在中南部就有在地的服务，可以及时提供给加盟主最及时的一个服务。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成为设备孤儿，还有加盟孤儿哦。为迎合智慧化年代，有业者也独家开发 IC3 店长系统，透过手机远端就能控管，直接省下人力成本，还可以设定不同时段、不同价格来刺激消费。IC3 店长管理系统可以提供加盟主更轻松的由后台这边来去管理，可以执行远端的退币，还有远端的故障排除，以及产生报表，还有甚至设定优惠时段的这些功能，让加盟主能够更智慧、更轻松的管理你的洗衣店哦。自助洗衣店一家家开，创造出惊人商机。如何安心有保障来成功斜杠人生，可得审慎评估。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后阳圣诞跨年系咧活动，第一场大型演唱会伫假日盛大登场。今年韩国Even以及吴坚琴、米先生等高组艺人，堪称是 CP 值上高，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加。金曲乐团米先生再来新歌《我到底是什么》，搁一首《示爱动物》，让现场变作美丽灯海。人气男团吴坚琴展开满1点钟的演唱，参像是小型的演唱会。吴坚琴来5次。是5度5关来5年了。今年的台南圣诞演唱会阵容豪华，有美秀集团、爱威丁高组艺人，起户画出13万人到场。现场人山人海，比去年的耶诞演唱会还要人更多。那充分显示了台南耶诞演唱会的这个品牌已经建立了。那不仅是丁杠5名，现在也杠5出名，所以说很多人都喜欢来，连国外的艺人也都有风闻。沿途搁真侪的岛群舞，这回请来韩国新人气男团 Even。大家好，我们是 Even， 圣诞快乐！亲切的用中文拍招呼，依然演绎这首歌曲，其中更甲招牌歌曲改编成圣诞版本。2025台南好样系列精彩不断。28号和31号有来自国内外艺人金曲歌手等将近40组高人气卡司，台南市府歌保证讲袂互大家失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就要来到的圣诞节，东区小东里举办彩鸡同乐会，
和里来居民提前享受过节的气氛。同时嘛，趁着这个机会，特别表扬里来得到舞蹈比赛得优的学生陈宣曼，鼓励伊继续替家乡争取荣誉。台南市中学国小歌舞社的学生炒热现场气氛，也佮有妇女会的日本舞蹈、国军报道的表演轮番演出，只讲台南市小东里充满温馨的圣诞节气氛。有音乐晚会，圣诞的音乐晚会哦，那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很温暖、很愉快的一个耶诞夜晚。里来居民穿着圣诞装扮，行伫路上。洗一年了后，转来光明公园，唔那有美食餐车，小朋友会当耍，大人也可以当使用到中加宽频的网络。里政做得好，其实区政就会做得更好，那市政当然一定就会更好。那我们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服务我们的里民、我们的区民吼。我想办理这样子的活动，能够让我们的亲子或是我们的长者吼，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出来。里长就任了后，积极拍拼，互里民过得幸福。大抵讲的是，住伫里来读中山国中舞蹈班的陈宣曼，今年参加市内舞蹈比赛得到第优，即马正代表台南参赛当中，利用活动的机会嘛特别来表扬。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国际扶轮三属7控地区，台南城大扶轮社22号结合成美社会企业、台北市华中扶轮社、屏东西区扶轮社、赤坎澎湃商圈等单位，做伙举办圣诞公益市集活动，有真侪购物甲景点的单位，互现场热闹滚滚。台南城大扶轮社自1997年创立以来，持续关注社会公益，长期支持儿童发展等议题，除了持续赞助希望之光、天主教善牧基金会以及红鼻子医生等公益团体，也曾经举办原声童声合唱团公益音乐会、武林剧团公益演出等。现任的社长蔡启龙有书表示。成大社28年来一路走来，我们秉持爱心、不落人后为社会公益来贡献的一份心力所以今年我们也响应我们台南市政府台南400年的文化系列活动所以我们也在我们阿龙总监，还有我们成美企业的陈董事长，以及我们屏东西社，还有台北华中扶轮社，以及我们台南成大社各位各位社友们大家的支持下，来促成了这项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而这岁耶诞公益市集也特别选定了见证台南400档历史发展的承德剧堂举办。我们也秉持着珍视传统展现未来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选在所以我们具有见证台南历史文化的这个承德剧堂来举办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承德剧堂它见证台南我们历史文化400年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圣诞节前夕，我们也寓教于乐我们也有这个儿童的彩绘布鞋以及香饼的制作同时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米兰发型的意见相信在这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的健康检测为市民的健康来把关。原放大公町圣诞公益市集现场除了有侪大饮食、文创、游戏等特色单位，米兰时尚发型也派出侪位设计师义展，更有安排成大病院、部立台南病院等单位合办的 AI 预防中风筛检、肺癌筛检、大肠癌筛检、妇女黏癌筛检、子宫颈抹片检查等，为民众的健康把关。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位伫高雄市盐埕区的曲港商圈，已经有半世纪的历史，总是吸引真侪外地游客去参观。不过因为有一寡店家营业的时间无固定，所以常常互游客白走一抓，嘛互用心经营的店家真伤脑筋。
外地游客一早来到位在高雄市盐埕区的库江商场，非常纳闷，里面店家铁卷门都关着，只有少数几家知名小吃以及文创商店已经开门迎接消费者的到来。当地里长提到，其实目前商圈中有许多店家都是中午后才对外营业，并且每逢周休假日，商圈也都有办理热闹活动，外地游客早晚时间都可先来逛一逛。对，因为我之前常到这边来走啊。没事，我来这边逛一逛啊，对啊，这个我都觉得这个就觉像目前这个样子很可惜了，它有它历史存在的价值，网络上要多宣传因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对，你想说我们本地的都不知道，但是我看媒体报的很少，对你应该广为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店家会最近几年大家会比较晚开门营业，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因为那个 COVID-19 疫情影响那个很多大家那个消费习惯都会改变啦，有些是到电商啦还有网络上购买，那相对的就是可能是逛实体店面也比较少，那这方面所以店家营业时间就会往外挪就是比较晚开一点。那就是我希望说如果有游客要来我们堀江商场呢，最好就是大概就是差不多整个商场的店家有全部开，大概就是中午吃饱饭那店家就是大部分都有开始营业了。带着外地朋友来库江商圈逛街的游客表示，库江商圈历史悠久，时间可溯及到半世纪前，店家卖的几乎都是舶来品，要寻宝就要来这里。而目前商圈经过活化后，多元化的店面经营，从创意食品到传统小吃，古着服饰店家到命理分析，都符合老中青3代的选择，只是宣传力道要更加大，才能吸引大众目光。我听说这个陈其迈市长目前在全力推动所谓高雄的观光嘛，所以说我是你刚刚讲的所谓塔罗牌这个算命的这个，我是觉得也有这个必要了。多元的选择是有这个必要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来这边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只要不要是坏的就好。家里的美吹风旁边真的那个水准上蛮好的大概一些老板娘都也不错，老板也都很好有些是90几岁的，他也蛮喜欢会想要买一些保暖的衣服我就会找出来给他穿有的他这一支那个葱子他蛮有名的，那个有客人都有预约个人有时候开店都没人消费，所以他晚一点来开碰碰运气啦。像我们租的人就很认真，就要来碰碰运气不然要怎么交租金5年前，库江商场市府曾在这里风光办理过算命一条街，奈何碰到疫情来袭，营业店家有的选择离开，有的则是转型网络预约，生意也稳定成长。但整体商圈营业时间还是无法统一，不仅让外地游客容易扑空，暗淡的灯光也容易造成商圈没落或是歇业的联想。用心经营的店家对此相当无奈，希望市府单位能提供适当规划，让库江商圈再度找回往日荣景。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只差确认吗？
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叉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指叉确认，安全有保障。